2026年3月22日，四旬期第5主日。福音：我就是復活，就是生命。恭讀聖若望福音11章1節至45節。那時候有一個病人，名叫拉匝祿，住在伯達尼，即瑪利亞和她姐姐馬爾大所住的村莊。瑪利亞就是那曾用香液覆沒過主，並用自己的頭髮把他的腳擦乾的婦人。患病的拉匝祿是他的兄弟，他們姊妹兩人便派人到耶穌那裏，說：主啊，你所愛的人病了。耶穌聽了，便說：這病不至於死，只是為彰顯天主的光榮，並為叫天主子因此受光榮。耶穌素來疼愛馬爾大及他的妹妹和拉匝祿。當耶穌聽說拉匝祿病了，仍在原地逗留了2天。此後，耶穌對門徒說：我們再到猶太去吧。門徒向他說：辣彼，近來猶太人圖謀責死你，你還要到那裏去麼？耶穌回答說：8日不是有12個時辰麼？人若在8日行路，不會碰跌，因為看得見這世界的光；人若在黑夜行路，就要碰跌，因為他沒有光。耶穌說了這些話，又給門徒說：我們的朋友拉匝祿睡着了，我要去叫醒他。門徒便對耶穌說：主，如果他睡着了，必定會好的。耶穌原本是指拉匝祿的死說的，門徒卻以為耶穌是指安眠睡覺。然後耶穌就明明地向門徒說：拉匝祿死了。為了你們，我喜歡我不在那裏，好叫你們相信。我們到他那裏去吧。號稱狄狄摩的多默便向其他同伴說：我們也去同他一起死吧。耶穌一到了伯達尼，得知拉匝祿在墳墓裏已經4天了。伯達尼靠近耶路撒冷，相距約15斯塔狄，因而有許多猶太人來到馬爾大和瑪利亞那裏，為他們兄弟的死安慰他們。馬爾大一聽說耶穌來了，便去迎接他。瑪利亞仍坐在家裏。馬爾大對耶穌說：主，如果你在這裏，我的兄弟決不會死。就是現在，我也知道，你無論向天主求什麼，天主必要賜給你。耶穌對馬爾大說：你的兄弟必定要復活。馬爾大說：我知道在末日復活時，他必要復活。耶穌對馬爾大說：我就是復活，就是生命。信從我的，即使死了，仍要活着。凡活着而信從我的人，必永遠不死。你信麼？馬爾大回答說：是的，主，我信你是默西亞，天主子，要來到世界上的那一位。馬爾大說了這話，就去叫他的妹妹瑪利亞，偷偷地說：師傅來了，他叫你。瑪利亞一聽這話，就立刻起身到耶穌那裏去。那時耶穌還沒有進入村莊，仍在馬爾大迎接他的地方。那些陪同和安慰瑪利亞的猶太人見瑪利亞急忙起身出去，便跟着他，以為他到墳墓去哭泣。當瑪利亞來到耶穌所在的地方，一看見耶穌，就俯伏在他腳前，向他說：主，如果你在這裏，我的兄弟決不會死。耶穌看見瑪利亞哭泣，還有同他一起來的猶太人也哭泣，耶穌便心神感傷，難過起來。於是說：你們把他安放在哪裏？他們回答說：主，你來看吧。耶穌哭了。於是猶太人說：看，他多麼愛他啊！其中有些人說：他既開了瞎子的眼睛，難道不能使這人不死麼？耶穌心中又感傷起來，來到墳墓前。這墳墓是個洞穴，前面有一塊石頭堵着。
耶穌說：挪開這塊石頭。死者的姐姐馬爾大向耶穌說：主，已經臭了，因為已經4天了。耶穌對馬爾大說：我不是告訴過你，如果你信，就會看到天主的光榮嗎？他們便挪開了石頭。耶穌舉目向上，說：父啊，我感謝你，因為你俯聽了我。我本來知道你常常俯聽我，但是我說這話是為了四周站立的群眾，好叫他們相信是你派遣了我。說完這話，便大聲喊說：拉匝祿，出來吧！死者便出來了，腳和手都纏着布條，面上還蒙着汗巾。耶穌向他們說：解開他，讓他行走吧。那些來到瑪利亞那裏的猶太人，一看到耶穌所行的事，就有許多人相信了他。上主的話。耶穌對馬大說：我就是復活，就是生命。即使死了，人要活着，反活着瑞心，從我的人必永遠不死。你信嗎？耶穌使已死4天的拉匝祿復活，表示他是掌管生命與死亡的主。他說：我就是復活，就是生命，只要信他，即使死了，也要活着。上主，求你使你的子民團結一致，全心信賴你，也求你使我們脫免一切困擾，充滿救恩的喜樂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，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阿孟。